半肥瘦嘅五花肉，再加上我哋自己調製一個蛋白漿炸到佢係好脆嘅。然之後呢個炸牛奶咧，都係利用我哋廣東順德一個傳統嘅手法，用麵包皮去捲轉嗰啲牛奶嚟炸出嚟嘅，非常之係脆口，同埋一個。相信唔少朋友都會有同一個疑問：萬豪大酒家裝修咁豪華，價錢會唔會好貴？其實萬豪大酒家主打高品質、親民價，無論係午市特價、晚飯套餐優惠定係宴會套餐都非常有競爭力。今集嘅探店日記，華仔將帶大家品嚐萬豪大酒家嘅特色佳肴，一齊探索地道又創新嘅粵菜美食。首先，同大家介紹萬豪大酒家嘅行政總廚李思明。李思明嚟自廣東，師承頂級粵菜食府，擁有20年豐富嘅粵菜烹飪經驗，一直秉持取之自然、用之自然嘅烹飪理念，堅持尊重食材本味，以精湛廚藝呈現粵菜嘅精髓。李思明自細就熱愛烹飪，對食材研究同廚藝探索一直充滿熱誠。今次佢順應夏日時令，特別為大家精心炮製多款特色粵菜，每一道菜都展現出傳統粵菜同創新元素嘅完美結合，既保留經典風味，又帶嚟全新驚喜。食瓜類多啊嘛，依家。萬豪大酒家董事長 Michelle 向我哋介紹，酒樓2層總面積約18000尺，其中2樓設有可擺40圍嘅大型宴會廳，並設有多個獨立包間，可容納10至120位賓客。無論係私人宴會定係商務宴請，或者舉辦自助餐同雞尾酒會，都可以按人數同需求靈活安排。品嚐美食嘅同時，行政總廚李思明向我哋介紹幾道萬豪大酒家嘅特色招牌菜，並分享每道菜嘅烹調特色同出品理念。其中呢道黃椒醬生焗波龍係選用新鮮波士頓龍蝦製作，再配搭萬豪大酒家秘製嘅黃椒醬。值得一提嘅係呢款黃椒醬選用新鮮黃燈籠椒，以白醋醃製調配而成，酸辣開胃。而真正考功夫就係生焗嘅火候，焗製時間必須控制得恰到好處，先可以鎖住龍蝦嘅肉汁，令肉汁保持爽彈鮮嫩。最重要係全程唔經過油炸，食得更健康。如果大家想品嚐地道嘅粵菜，或者準備舉辦生日宴、滿月酒、公司聚餐、婚宴等各種宴會，不妨親身嚟萬豪大酒家體驗一下，相信唔會令你失望。